澳洲黄金海岸市的市长汤姆泰特15号带领着该市国际事务关系顾问主任，甲着昆士兰州贸易甲投资处的处长拜会台南市长黄伟哲。市长表示，两市自1982年缔结姊妹市，双方就维持真深的友谊。希望未来两市有更多交流甲互动，促进城市的外交。台南跟黄金海岸是有一定在地理的这个布局上，有山也有海岸，有一定程度的类似。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两个城市的市民朋友们都是非常的友善，而且在文化上也相当的多元。因此，我相信未来一定有很多包括学生、包括文化，以及包括体育各方面交流的空间。台南湾虽然是很小的地方，但是南北有不同的地方，尤其台南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。我们刚度过400年的，在去年刚度过400年的一个纪念。那我想说，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的台南的民众，包括学生，包括这个商务人士，也能够前往黄金海岸市来这个访问。恭喜台南市在去年的时候，庆祝了或纪念了台南400年。那不过有一个非常就是黄金海岸市跟台南市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，当然台南是一个深耕的古都，但是黄金海岸市它其实在1959年的时候建立，所以其实我们刚一个城市自治这样子的出现。那除此之外，我觉得两个城市真的都非常珍惜我们的下一代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小孩，所以当然希望说在未来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跟台南市，无论是高中还是其他的级别，然后可能让学生们可以有这样的交流，可以去接触这样寄宿家庭。那希望我们这样的友谊也是可以留到我们的下一代。那所以我们也看说，比如说在大学的部分，是否也可以这样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交流计划？那就在接下来2年看能不能够这样达成。为了感谢黄金海岸市多年来对着台南的关心和支持，市长黄伟哲在会中除了呈上誓要纪念两市43档的情谊，同时也宣布将南区一条新设的道路要号名做黄金海岸路，象征两市的情谊永远深植在城市的角落当中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